旧年的时阵啊，台湾买袂着卵，大家拢咧买卵、排卵、抢卵。啊，这新闻一出哦，煞害我的阿爸阿母哦，比我搁较紧张。啊，就烦恼讲我食袂着卵的呢。啊，有一天哦，我倒去金门的时阵哦，阮阿母一透早就去菜市帮我订一箱土鸡卵，爱我早来台湾。我讲哦，敢真正有法度通过海关？真正，互我约着啊。我到松山机场的时阵，去互人查落来，迄安全人员就讲麻烦你身份证，我就摕我的身份证互伊，伊讲毋是我的身份证，是即箱鸡卵的身份证。我讲歹势，大个，我有听毋对无？你是讲即箱鸡卵的身份证哦？伊讲你免烦恼啦，你爱证明讲哦，你即只鸡母吼有住过社，无伫着禽流感，阮才会当甲你放行。我想讲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讲爱我掠即只鸡母出来做证哦？要毋过我这内面有30只鸡卵诶，这毋是一只鸡母的问题哦，这是因亲情学杂的问题哦。啊，做尾后啦，我只好目睭紧紧看我的鸡卵去互收去。啊，我这故事要甲大家讲哦，别日你若是有机会去金门耍哦，千万毋通炸鸡卵，千万嘛毋通炸有肉干，因为即摆有禽流感。即摆甲恁建议啊，炸阮的金门高粱，阮即摆销量较无好。我即个广告若广告出去，阮金门的酒商会甲我拍广告，会甲我赞助。多谢大家，我的分享就到这。